台湾港嘅社区辅导成果展览，邀请来自全台湾55个社区，提出因在地特色嘅工艺品，要来呈现台湾工艺水。可以互相来结合，所以我们的工艺可以依照自己社区。小提琴会出好听的歌曲，无讲唔知这是用水捞茶制作出来的乐器。是用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语汇，那个琴头是用山猪的意象来做个琴头，那我们背面有我们的图腾意象。还有来自台南嘉义区的师傅，现场教人安怎用竹仔制作环保椅啊。连囡仔的腰格也是用竹仔做的。做起来跟我们就是好像有那种人体工学的感觉，让你腰不会酸。比较环保的材料，塑胶的是也不是说塑胶不好，可是塑胶到时候会制造很多垃圾啦。台湾工艺社区辅导成果展览，邀请来自全台湾55个社区，再来家己家乡的工艺作品。在新埔奇美坊展示在地特色成果。社区公益的这个商机让在地特色化的这个工艺品能够让民众来了解。工艺研发中心表示，透过活动甲技术交流，希望未来各地方工艺会当相连做伙，而且深入社区，共同帮助更较侪社区发展在地特色产业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